你要吃什么吗？好吃的。好吃的？对。冰店没有开呢。你知道这个吗？这个邮局很有名呢，就是古老的邮局。来这边看一下吗？这个呢，这个漂亮。这是 postcard 吗？对。这个是以后放那边去韩国吗？嗯。真的吗？可以啊。问一下。确定？可以寄到国外吗？可以。韩国。可以。可以啊。这么神奇啊！爸爸妈妈，对，在韩国的。妈妈送我，我送她，对，这样子用这样以前这样的，对啊，好久没有这样见了。怀念的感觉吗？对。啊。가자. 안녕하세요. 한국에서 온 29살 이니균입니다. 대만에 온 지는 2년 반이 되었고요. 현재 토프원에서 한국의 맛을 알리기 위해 한식당 운영 중에 있습니다. 사랑스러운 아내와 귀여운 아들 지호와 함께 하루하루 행복하게 열심히 살고 있습니다.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拌饭酱的，我们用这个韩文是고추장，我不要用外面卖的고추장，所以我放我的东西，然后炒一炒的话，比较这个香味的出来，让它比较好吃这样。那边这个。我通常这个酱不够的话，我早上早一点来做酱，然后通常我做的是这个猪汤，我们这个高汤的猪汤，然后一个炸的年糕用的饼干，我们早上来炸，然后切高丽菜，然后有空的话我帮忙其他这个厨师的些东西，然后这样就好了。然后等一下这个需要炒。这个拌饭的肉，这个剁芽菜、红萝卜这样子，然后大概这样的话，我们早上准备好的。我在澳洲的时候，我学这个西餐料理，然后我决定跟我的老婆结婚以后，我来这里投份，然后。我跟老婆要这个开西式的这个早餐店，可是我在家里常常煮给朝鲜的妈妈韩式料理，然后她吃这个韩式料理以后，你这么这个好吃，为什么不用开这个韩式餐厅？所以我听这个很多次，所以我就是接受这个妈妈的想法，然后好试试看韩式餐厅这样。我们开餐厅之前，我在韩国是只有这个打工而已，这个在餐厅，所以没有很多经验，这个怎么做这个韩式料理，这个在这个餐厅卖的这样，所以我看很多这个网络上，比如说 YouTube， 我在家里一直试试看，然后找到我喜欢，然后我要的。这30分的煎饼好了。一起工作也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会容易有争执。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也会比较常在厨房里帮忙，但有时候我们2个人会有不一样工作的方式，可能他会比较习惯就是以他的方式去做东西，但我可能会比较喜欢整理或怎么样。那有时候我觉得
忍不住就会就是说他一下，就是说啊，你可以先把东西收一收嘛，对。但是他可能就习惯是啊，东西做完再一起收，对。就是有时候我会稍微就是理解他一下，那我们可能就是聊过之后，就是像厨房的东西，就主要会是以他为主，然后外场的部分的话，他可能也会比较尊重我，就是这样的配合上会比较好一点。做一个姑姑拌饭外带。您是2点15分要取餐的吗？要另外再加面是吗？好，那就一样时间过来取餐就可以了。谢谢，拜拜。去年的时候，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内用，但那个时候外带也有一定的量，就是不至于说就是很安静。但我们那时候也有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菜单，就是我们有做韩式的饭卷，就是给客人外带比较方便。对，所以那时候大家也还蛮喜欢的。我们刚开始这个餐厅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期待这么多客人，怎么生意很好。可是我吓到，因为第一天的时候，客人超级多进来，然后我们没有准备到这样，所以那时候有点后悔，应该厨房比较大一点，然后我们做一点这个厨师一起工作的比较快给客人。现在是我们厨房一点小，所以没办法，所以有时候客人等我们的菜，所以这个部分一点不好意思的。韩国不一样的，韩国如果等太久的话，他们不要的，因为韩国人的个性比较急的，所以可是感觉台湾客人如果要吃的话，等比较没关系这样的，所以然后我们刚开始外面就排队的时候，这么生气的，天气很热，还是要排队吗？这样的感觉。做煎饼吗？对。这个是我妈妈送的韩国的海带，然后咪咪喜欢的，所以我有时候拿一起吃的。现在很厉害。刚开始自己来的时候，我说中文，我的发音不是这个标准，他们听不懂。可是时间过以后，他们慢慢听得懂。现在他是刚来的员工，所以说昨天我问他有些问题，他听不懂。就是老板还不错啊，他对餐厅的东西就是希望他这个品质都好的东西，然后他不喜欢给客人就是那种出不好的餐点。然后对员工也蛮好的啊。其实他有时候可能像这个时间点吃完的时候，他就会自己一个人把剩下没有做完的工作做完，叫我们员工去休息，然后他们自己把事情做完这样子。对，我觉得他比较有点像台湾人的感觉，外形啊，然后跟就是生活方式，我觉得也不知道，感觉跟就是以前看一些剧上面的韩国人感觉不一样。对啊，比较可能被我老板娘感化成像台湾人吧。没有，韩剧是韩剧。对，他说他就是在这里长大，就是生活的台湾人。我去脱发了。对。我觉得最困扰的事情是，招员工，因为最近很多人工作一点，然后很累的时候我要不要，然后他就直接离开。现在韩国我不知道，因为我已经离开很久以前。可是那边工作的话，员工如果离开的话，大概跟老板说大概2个星期，以后我要离开。可是有时候在台湾的员工直接离开，直接离开说。我们那明天是星期6呢，很忙呢，就是所以呢，对，好，拜拜，然后这样结束的也有遇到这样的，可是应该韩国最近差不多，因为最近这个年轻的人是这样子，对，我也听过这个我的朋友说不是在台湾只有这样，韩国也这样，对。吃什么吗？
做完过了，海带汤、南东金达。你通常生日的时候吃什么？生日的时候，开比金。开比金。开比金。开比金是牛肉吗？对对，牛骨排吧。牛小排。牛小排。对啊。煮一下。对，妈妈厉害，我的妈妈厉害。很软我还没吃过呢。好吃。很久没回去呢。对对。他拿车子吗？要吗？啊，在外面呢，不用。拿那个拉的拉的吗？对。还是拿篮子？这种的海带可以吗？可以啊。还是你要这个？这样的。差不多的，里面没有东西有海带。这个吗？对。这个可以煮海带汤吧？应该这个煮很多呢啦。可以啊。对，这个超级多饭可以煮呢。今天是义军的生日，所以要煮海带芽汤。然后这个马铃薯是要煮那个安东炖鸡，他喜欢的。3个够吗？当然够了。还有什么？其实马铃薯不是在韩国的话，我压力很多。我想要的东西感觉全部失败的。我想要在大学，可是我的分学不过，对我去这个不太喜欢的大学。然后我这边读书的时候也，我的朋友们全部我的前面的感觉。那时候没有自信啊，我不知道做什么，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这个决定去的这个当兵的。training 的时候，我想很多，我要怎么做。可是我要想做的是做菜，在韩国的话，很多困难的部分，没有很多机会的，对。所以我觉得啊，这样的话，觉得韩国没有 hope 的感觉。然后外国生活的时候，一直有好的事情过来，所以我这样的话，我不要回去啊，韩国。客家人生日煮面线卵，迄较功夫的煮猪脚。猪脚是猪脚的意思吗？对，猪脚。哦，面线。面线卵，生日。面线是客家话的面线吗？面线，面线煮面线。猪脚面线。生日煮猪脚面线本身。哦，这个跟多多一起炒的吧？对，要红萝卜嘞。红萝卜，对，红萝卜，红萝卜嘞。他是我的客家话老师。佢當慶學，什么意思？就是很肯学的意思啊。对，努力一下。努力一下哈。就是最强壮的爸爸，喜欢做菜的。在韩国，我的爸爸。不会煮饭，可是这边来台湾的时候，我一点下到爸爸中午下班回家以后，然后帮忙做菜、炒东西啊，这个一点生气的这样。聽到佢搞一隻西來嘅係外國人㗎哈，我睇到咗問講我嫁到外國啦，佢就笑笑嘅講。我交我個咧西來朋友不一定會嫁過去，所以嘛唔少按多。也係我第一擺感覺，親少我冇講唔會少。上到某個小安太學畢業又去留學，忙東啊順便了就講我講我個人會講。我其實沒什麼意見啦，當然我也是會不捨啦，這是一定會的啦。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啦。对，我是蛮相信他的。我没有去，因为我是工作的关系没去。他们有去，我没去。爸爸冇去，我請我細來叫我去。一方面呢，想講是可能佢交個男朋友生人樣的，去了解一下，較安心。當然左右當溫柔，去到家下吼，佢請假2日，帶我人來去了。其他時間吼，就可以做2份投入。講用我按曉得咧寫來，我就人冇講做對咯，你要寫來一怪哦。放心做來就來講啦，一家錢咩一家夫妻啦吼，保費2、3好，
我就无意见的啦。啊，转来我就有来爸爸讲，唔是上安多的，也妹一看前面在西龙眼个蒙蒙的。其实来之前一点怕，因为在韩国的话，这个老婆的妈妈爸爸一点点不是很朋友的感觉，比较有一个距离的，对，需要尊重、礼貌这样的。我以为一点不容易的一起住的，可是来的时候他们对我看起来很舒服的在这里，感觉很容易适应的这边，对。当初就是有先去澳洲打工度假1年，因为那时候也对甜点类蛮有兴趣的，然后想说就多花2年的时间去上一下课程，因为我是上甜点的，然后他是学比较西餐为主的，所以课程不太一样，然后刚好有共同认识的朋友，所以我们就因缘际会嘛，就是刚好朋友稍微介绍一下，然后就开始聊天。第一次见面时我印象蛮深刻的，因为那时候我在休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突然他进来，然后他突然脱他的裤子啊，这是厨师的裤子，因为里面他穿在一个薄薄的裤子，可是我不知道，然后我问他他是谁啊，我的朋友。那时候我感觉蛮喜欢他的这样的感觉，就感觉他蛮开朗的，可能那时候聊的话题都觉得还不错，就2个人的想法有些都还蛮相近的。我们这个一起玩以后，我们回家的时候，我带他去他的家里，然后那时候走路的时候，我告白的，他说好啊。여보세요? 아, 엄마. 촬영하는 거야. 잠깐만, 좀 아까 옷 입어야지. 야, 너 얘기는 해야지. 아니, 지금 된다면서. 아니, 여보 바지, 옷 입으려고. 잠깐만. 아니, 뭐 바지를 입어. 지금 나와봤어. 지호, 할머니야. 지효. 지금 촬영하는 거, 얘네 그거 우리 식구들 촬영하는 중이래. 우리 영상 통화하는 거. 지효 안녕. 어이, 형. 지효야. 안녕. 지호, 누구야, 이거? 아, 웃는다 지효. 아까. 지효 까끄. 저, 이거 누구야? 할머니야. 지효 까끄. 할머니, 삼촌. 지효 까끄. 할아버지 어딨어? 如果我在韩国的话，现在我赚钱，然后可以请他吃好吃的东西啊，买东西啊，一直带去一起旅行啊。可是现在我在外国，所以没办法做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就是一点罪恶感的这个部分。可是我妈妈总是说啊，义军，你那边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啊。然后我真的很谢谢你啊，你那边生活很好呢，听起来很好，都不用担心啊。妈妈总是这样说的，所以我努力一下，大概每天都给他电话，沟通一下我怎么样，你怎么样的。밥 먹기 전인가 봐. 지호 바이바이. 지호 할머니 할아버지 삼촌 바이바이. 바이바이. 안녕. 바이바이. 妈妈是不是还没有报过字号？还没报过了，所以总是看的时候不过，感觉不太满足的，因为他要抱抱的啊，可是不能抱抱的这样。应该妈妈要回来，然后因为妈妈要看的字号，因为现在还是疫情了，所以只好出这个外国一点危险。然后妈妈还没看过我开的餐厅，还没吃过我做的韩式料理，所以应该一定会他们隔离就是直接来，他们很多空呢。你要喝吗？
你帮他倒吧。你们2个喝就好。我帮，我没关系。义军，台湾的喝酒文化跟韩国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的是，韩国是帮他倒，然后他帮忙倒，就是这边你要喝一点吗？我不知道，他喜欢自己倒。一点点的。然后一起喝酒的时候好了，现在他是我的爸爸，他比较这个地位比较高，所以我喝的时候不能直接看他，我要一点转过来，然后喝这样。可是，在台湾，我学过是喝酒的时候看的眼睛，然后一直喝酒这样子。啊，丽君，对。来，生日快乐！感谢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事业做得很成功，对谢谢，谢谢。谢谢。好呢。台湾爸爸，听说义军刚来台湾的时候，常跟你喝酒。早期，因为到后面，因为可能他回来比较晚，可能也比较累，做吃的我知道做吃的很辛苦。所以爸爸有带亲朋好友去他店里。他不让我去啊，因为排不到队啊，都要排队啊，排很久啊，要不然我预约他就叫我不要去啊。这浩伟，他应该也是要吃奶奶了吃饭。你要吃奶奶了？哎呀，他2点吃饭了，大概是6点。肚子饿了。差不多了，2点4点差不多了。阿公抱，阿没公抱很奇怪，什么抱很奇怪？不太敢抱，敢抱一下，你不最后而且等一下又不认识我。很难得呢。今天没有哭呢。谢谢阿公没有，阿公抱没有哭，那天抱2秒钟大哭。阿公抱哈，阿公抱抱哦。变化没有太大啦，是他融入我们比较多。看无共用的地方，就讲爸爸从来唔够生日咧，佢要味道佢特别去设计，买生日蛋糕，买乜个吼。爸爸50人年吼，第一摆冲生日快乐，我这个都是都好笑，因为以前我哋就生日喊生多胎吼，大摆讲生日咧要买蛋糕本佢唔限就唔限。啊，但是俺妹就人啊西龙来的呢哈，就不管佢爱呀买，佢就买一只蛋糕出来，然后放一 Kim 就开始炒。他讲那个是我第一拜最感动。没有，我是觉得很意外啦。因为我跟他们讲说，我不需要去特别过什么生日啊。所以这个女婿在你眼中看的是很完美啊，很 OK 啊，对，因为他脾气也很好啦，倒是真的啦。其实，在观念里面日本人跟韩国人其实是一个大男人主义。啊，不过确实迄个西龙本来扭转这种想法，就像我先生讲的，上到韩国人做大男人主义。过尾不过看到义军来到了台湾生活咯，确实扭转这种想法，无同样哦。知道唔好啊，韩国人伊温柔啊，所以有想法有会有转变，哎呀，唔好像天师哎。哎呦，什么人从下都掉洗脚水，我做乜嘅看到都会惊哦。大下坡下面啊，就是我的老婆的弟弟。对，以前我们这个开餐厅刚开餐厅的时候，人不过他很认真帮忙，厉害。对。义军当老板是怎样的老板？就我是觉得是家人，不像老板，所以就很轻松吧。反正就是把餐厅该帮忙的事情都做好了，对吧？我是算数量没有错，可能没人这么厉害，应该是不至于会去偷这样料。太多名字是挺累的。对，早安。对，我要买这个大白菜。还有台湾的吗？台湾的没有，进口的没有。对，进口的也都用完了吗？对，进口的没有。哦。进口没有，要问对面。我箱，还有1箱啊，要会吗？只有剩1箱吗？对啊，1箱够啊。应该我可以量一下11公斤吗？今天不用很多。几公斤？11公斤。你放这里，放这里。15公斤，大概修起来，大概
12公斤左右而已。你今天买一箱比较便宜。好，应该买一箱吧？对，应该差不多吧。你等一下直接上车就好。对，我去买其他东西那边。好。早安。大概2次1个星期来。通常他们送东西，我们食材，或者是然后我们上班的时候不够的话，我骑机车来拿菜。大概星期6还是星期5，我们这个中午忙的时候，我们这个早上点的是不够，对，来一下，然后下午我们休息的时候来，然后我拿一下这个不够的菜。我腌的这大白菜的话，我要自己来，然后看看的这个新鲜，因为这个大白菜是冬天比较新鲜，然后比较甜甜的。夏天的话比较不太脆，或者是不太甜甜的，然后外面是比较溜溜的叶子比较多，这样的话不太适合了。所以腌泡菜的话，我自己来看一下，然后拿一下这样。600。好。这60，这75包350，这样1000块就好。好。谢谢。他你可以准备酱吗？我准备酱。对，ginger 跟这个 apple 打一下，全部打一起。现在我在切这个大白菜，然后等一下要腌的。这样这个做这个小块的话，腌的时间比较短。传统的方式是就是切一半，然后整个直接腌一下。然后等到这个软掉的，这样的方式在我们餐厅不太适合的，因为花这个太多时间。然后我没有看到在台湾卖这个泡菜专用的冰箱里面还没，温度不一样，就是比较低的，大概比较0度的比较近的，这个冰箱是大概。通常有5度，然后我们一直开冰箱，所以比较高温度的，所以放的泡菜都比较不好，因为放的泡菜是温度是要稳定的。台湾也感觉工作的环境有点不一样的，台湾比较感觉容易换的工作这样，感觉比较有自由的感觉，比较有机会的感觉。可是韩国的话，虽然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可是要继续做这样的感觉。可是最近我离开以后，最近新闻的话，最近 Young Generation 是我们叫这个 MZ Generation， 他们是比较这个容易这个换的地方。可是我个人觉得还是不够这个有换的习惯的。然后在台湾有老婆一起的话，比较有自信的。如果认真生意的话，我们一起帮忙的话，应该可以比较好成功这样。所以你去韩国的时候有吃过义军妈妈做的泡菜？有啊。那跟义军做的比较？我觉得韩国他们的味道会比较重一点点，应该说他们的泡菜会稍微再腌一下，因为韩国泡菜有比较多种，然后我吃到那时候他们可能是稍微腌的有一小段时间了，然后也有吃过那种可能是前一年，就是今年是吃去年年底做的那种泡菜，就是煮汤用的，那个味道就不一样。
然后我们做的泡菜是算是比较新鲜的那种泡菜，所以会比较像小菜的感觉，对，就吃起来有一点差别。大概先放1个小时，然后30分钟以后拌一拌，然后再一个小时看一下，试试看味道。通常2个小时我觉得够了，对。这个不是很累，有点麻烦，因为在餐厅上班的时候没有空，因为这个过程比较长，然后大量的，所以空间不够大，所以我休假的时候我来，可是休息的时候我要休息，可是需要来，所以感觉需要花我的时间，所以有点浪费。可是有客人喜欢的泡菜的，我努力一下做多一点的，对。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저기요, 저희 주문이고요. 예. 저는 매일 그냥 매일 먹던 거 네네. 소고기 비빔밥. 소고기 비빔밥? 예, 소고기 비빔밥 주시면 되고요. 돌솥으로 드릴까요? 돌솥으로 주세요. 돌솥. 예, 소고기 돌솥. 오랜만에 먹어봐야 될 것 같고. 쪼조는 뭐 줄까? 여기는 그 치즈 듬뿍 들어간 그 계란찜 알고 하세요? 제가 하나 남겨놨어요. 그래요? 네, 쇼도 먹고 싶을까봐 네. 내가 원래 다 팔렸는데 하나 남겨놓으라고. 조조가 그것 때문에 온 거예요. What about 조조야? 그 된장찌개 어때? 오케이. 된장찌개 괜찮아? 그럼 소고기 된장찌개로. 소고기로? 예. 소고기 된장찌개랑 요로 쉬고 반반이랑 네. 그 치즈 정지단 이렇게. 맞습니다. 예. 그렇게 일단은 주문 넣어드릴게요. 예, 감사합니다. 예. 它是我们以前刚开始这个餐厅的时候，突然他进来，然后突然他跟我说안녕하세요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一点吓到了，因为我第一次这个遇到的韩国客人在我们开餐厅以后，然后他是很这个开朗的人，很容易变这个朋友的这样的个性，所以我开始就聊天，然后所以我们变好的朋友，好的客人这样的 relationship 啊 ，welcome 的这样感觉，对，比较开心的这样，所以比较容易变朋友的。对。我看他一直工作，然后就是上下班而已，他根本没有时间去交朋友啊，什么去做一些别的活动。但是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工作上当然遇到蛮多台湾人，然后也有去教会，那教会都会有，对。但是依今来讲的话，我觉得时间上一些限制，他比较没什么一些其他的活动，所以比较少机会交朋友这样。对韩国人来讲，适应台湾或者是台湾的环境来讲，我觉得最大的挑战，饮食跟气候。那你们会知道嘛，对不对？台湾就很热，很湿热，对这个有些韩国的这外国人来讲，非常一个难适应的地方。对，然后饮食方面的话，我觉得还好。对，反正东方一样的亚洲文化里面，对韩国人来讲其实没什么大的问题。我看他还蛮适应的，我看他生活那么乖，然后他就认真做事情，然后他对太太也好，对娘家也好，对，然后我看他整体来看非常一个模范的一个韩国男生。某一个地方虽然他比我年轻很多了，但是我就还是某一个地方我要好好帮他学。对。OK。It's coming. 된장찌개요. Coming. 와, for Jojo. 된장찌개. 两个认识大概蛮久了，大概我不知道，可是大概1年多吧。反正他也没多久我就来认识。对，可是对，因为我开大概2年多，大概对，至少1年多的这样的。他是我的这个前辈，台湾生活的前辈，所以我如果有问题的话，我有好奇的部分的话，然后现在他有一个已经长大的儿子啊，我有现在刚生儿子啊，所以儿子的部分啊，然后如果我有问题的话，打电话的，我觉得他来的时候我问他这样，很好的前辈的这样感觉，对。那我跟玉君的家庭非常就是有一个共同点，我们是异国婚礼，我们2个韩国人，太太都是台湾人，对。所以呢，就是我是比较比他早一点走这条路，
立场来讲的话，我只能唯一跟依据一些建议啦，什么一些话给他听的是，听老婆的话就好，听太太的话就家里就和平。对，这是最这个聪明的方式啊。对。有啊，有人啊。有啊，我看到有开。好，等下我去看看吧。好，拜拜。哦，为什么？这个烧柴。哎，是那个叔叔吗？13间的老板。你爸呢？怎么这间都没看到他？不知道他最近比较忙，他当那个狮子会的会长，所以最近比较忙，就很少过来。上次来很久了吧，应该有1、2年了。然后当会长啊，不知道。今年开始。然后我今年过完年打电话给他，他就比较忙。对，他跟我说他最近会很少来，就没看到他了。好，我们等下再过去用餐哈。好，你好，拜拜，再见，拜拜。好，在那边开一间餐厅。走吧，去逛一逛。所以你们来过南庄几次了？我来过蛮多次了，一君来过几次？我1次啊。来过1次，就来吃饭吗？对，跟家人一起来。我喜欢感觉这个在这个台湾的传统的路的感觉。老街。对，老街这样。今天没有放那个。好了呢。很可惜呢。玉君，你知道南庄是一个客家庄吗？我不知道呢。客家的餐厅很多这里，谢谢。他应该忘记了。他那时候才刚来台湾的时候。谢谢。那时候我不知道在这边在哪里啊，直接跟他们做而已啊，吃东西。啊，那时候中文比较不好吧？谢谢哦。你还要试试看什么？你记得之前有吃过这个蛋卷吗？也蛮好吃。蛋卷？对。香香的。对。我们大概认识快1年的时候，刚好去纽西兰的时候，他在旅程中求婚的。我们2个人去爬山。然后就好像有开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就看过去就是一片那样山，很美。然后他就突然拿戒指出来，然后就是单膝下跪这样，然后就讲一些话，就跟我求婚。感觉她是聪明的女生，然后未来想做的是一样，然后她的理念也我的菜，3个原因我觉得她是。结婚很好的女生这样，然后常常她说早一点结婚，早一点生孩子，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timing 也可以的。然后刚好我们这个出去玩这个旅行在这个 New Zealand， 所以我偷偷买这个 ring。突然我们爬山的时候，我觉得风景这么好，然后我一直看哪里没有人。偷偷拿我的ring给他了，对。然后去庙里拜拜吗？拜拜？去看一下。不能拜拜呢。你可以看一下。如果拜拜的话，我爸爸妈妈不开心的。我的家人是 Christian 呢，就是看看。台湾的庙很多。我感觉。这个很多漂亮的东西，有一个龙，很多灯，漂亮的灯，对，很漂亮啊。那你在台湾的话，你还会去那个教会吗？以前去过几次，可是这个开餐厅以后，星期日的时候上班，对，没办法去啊，对。我卖杏仁茶呢，比较多了呢。
走吧。嗯。哦，这边是我阿公阿婆家，那离我们家大概5分钟吧，走路。以前的老家，跟阿公阿婆一起住到我差不多大1的时候吧。阿婆，你好。走，小心，小心，没关系。好。你好。阿公。哎呦，安泰啊！安泰。对。阿泰抱一下，欢莹莹耶，张莹莹，6站耶，7站耶。去头发板了。还忙搓，对，搓，礼拜搓。你要搓嘛？还忙我搓。健康嘛。阿泰。哎呦，我老狗有呀。生牙齿嘞。你安怎生牙齿？起得来啊？唔要起啊呀？阿泰呀。只有5件衫褲咯，幾擺3日咧看到見。哥哥。你阿公要看嗎？阿泰看。哎呦。阿泰。哦，阿弟弟哦。哎呦。阿泰。做啊。一君抱一下。好。按下。哎呦。好像有。叫老娘出來啊！哎呦，哦，哎呦。那爷爷奶奶有去过他们餐厅吃过吗？还没。还没。有去过餐廳，沒有去吃啦。沒有進去吃啦。比較忙。那還沒吃飯的時間。你有吃過義軍做的菜嗎？有啊。那什麼蛋啊，很好吃哎。蒸蛋吗？之前有吃過。是啊，在家裡煎的那個啊，母親節的時候啊。養不住凍，養不住眼裡的叫屁股凍腫嘞。对。跟義軍一樣。跟屁股啊，很凍腫啦。冻肿。我大概听得懂的感觉，听起来称赞这个他的这样，看起来怎么样这样的，大概听得懂。那乔伊以前住在这边的时候乖不乖？很乖，很乖啦。谁都我看到啊。小時候都是一樣。看到他讀書啊。以前是小時候舊房子就是1層樓，以前就是舊的那種鐵皮屋。後來再把上面那個後面鐵皮屋拆掉，再重新蓋，就蓋了。我也很久沒上去了。好啊，你要去看一下。好啊。哇，这个楼梯怎么？那个古早的古早的感觉。对，以前我们小时候就住的那，这里没有换。感觉漂亮的这个咖啡店的感觉。啊，对，老房子那种。对，老房子咖啡店的。小时候的时候，我住那里。哪里？对。这边？对，然后后来这个是后来才盖的，后来妈妈整理的时候。那你的住的房间在哪里？我住的这里。哦。对。哦，很多 baby 的东西呢。哦，你这边住吗？对，以前我的房间。没有冷气吗？你的房间？有，我拆掉了。哦。然后呢？那前面里面有客厅。这么大？对。哇。浴室很大。你用这个浴室？他们认真工作呢。爸爸妈妈变蛮老和还是一直出去外面，然后赚钱啊，就很认真的这样的。我不知道这是科技化的文化吗？很认真的对，然后不要乱花钱的这样，不要开灯的话，我忘记开灯，哎，关灯。如果我洗澡的1个小时30分钟的话，当然啊，你太久了。或者我大概洗澡大概15分钟，因为下班以后一累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热水一点啊这样的，
比较喜欢这样的。我是都大概15分钟他进来啊，一军这么久，这样的话你快点做啊，他说，这个为什么我不要我不行吗？说哎浪费水，我觉得浪费水，或者我喜欢那个，他说不要这样，我说我也不要。就一点点这样吵架呀，当然对。哎呀，哎呀，哎呀，开心呢。哎呀，开心呢。凉凉的。你要推几号还是我推几号？我吗？你可以摸摸。我拉某某吗？对。某某过来。吃。我很喜欢乡下这样，空气很好，大自然里面的感觉，对，很舒服。因为我是住在这个城市的，那边生，然后到大概24岁一直那边，对，感觉就全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小朋友长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环境比城市我觉得很好。很多树呢，很多这边这个山或河，对，感觉它可以有比较开心，对，比较开心，有地方可以玩，对对，我觉得比较好，这个照顾 baby 对环境。在韩国开的话，我觉得比台湾应该我觉得难的感觉，因为东西很贵，然后我住在的地方是首尔。比较 competitive， 很多人一起开，然后对，如果不好的地方，生意不好，这样容易不见了。对，我一点怕，所以感觉这个比较稳定。然后我要开别的餐厅，比如说，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要开这个饭店，或者是。炸鸡店也，很多东西有我的里面想一想，可是还没有这个机会的，这个是要比较稳定的。然后实施这个早餐店是我们的大概最后的这个梦想目标的，这个是我们的餐厅稳定，然后其他生意如果还好的话，想要开我们的最后的目标的开的这样。明年要计划一下吗？我们的第2个 baby。可以啊。哎呀，希望妞儿呢？以后应该会很开心吧？很好嘞。希望公主来了。可以啊。很像你的公主，会很漂亮呢。对。모모. 대만에 산지 2년 반 넘게 큰 도움 주신 장모님과 장인어른께 다시 한번 감사하다고 말씀드리고 싶고요. 저희 지호와 체리, 저희 세 식구가 앞으로 좋은 일만 있도록 바랄게요. 감사합니다. 义军你辛苦了，从澳洲回来，把我女儿带回来这边共同创业。我知道你们要开第2家店，老爸也很支持你，希望你们更成长。妈妈当中有2只西郎，虽然来到台湾无朋无友吼，不过安尼一家人，他家成发强下，一定会成功的。2只西郎，爱情欢喜。义军，谢谢你勇敢的来台湾。谢谢你当我人生最好的伙伴，希望我们之后也可以一步步实现我们的目标和理想。爱你。